恭祝越南州館仁義堂有今晚嘅80年週年嘅喜慶，我哋新加坡禪修樂體育會嚟到呢個越南非常之高興，我哋周家大團結嘅日子呈現在今晚80週年紀念。今日好開心嚟到越南慶祝呢個越南仁義堂我哋仁義堂州館嘅80週年，真係開心嚟到呢度同佢哋一齊慶祝唔該晒。我代表香港州館同仁恭祝越南州館80週年會慶。今晚好多嘉賓嚟臨參加，我哋更加代表中外州家多謝各位同門同埋各界嘅好友，包括武林界嘅前輩，我哋多謝咁多位嚟臨參加，多謝晒。今日係越南州館仁義堂80週年慶典，州館仁義堂咧近年喺呢個龍獅運動裏面咧已經係參與咗好多大型嘅國際比賽成績斐然喺國際上擁有一定嘅知名度。咁加上佢80週年咧係一個歷史悠久嘅體育會咧，一個龍獅團實際上係唔容易㗎，能夠走過80年，證明呢個團隊咧係包含咗一個包容啦、團結啦呢個象徵喺度嘅我代表澳門祝賀團祝越南州館仁義堂80年、90年、100年、120年咁一路發展落去，為越南呢個社會增加更多嘅歡樂氣氛。再次祝賀州館仁義堂。我係恭祝仁義堂80週年，我哋好開心嚟到呢度參加佢哋呢個80週年，同埋見到好多我哋師叔師兄弟，好感到好榮幸。今日亦都好開心，見到好多朋友來自各界各地方，好多謝。希望咧我哋有將來有腳見面，大家一齊周家發揚光大。好高興參加越南州館仁義堂80週年館慶，我代表中國廣西梧州州館仁義堂去祝福越南州館館楣興旺、蒸蒸日上、團結一致、共創威煌、發揚光大我哋周家嘅拳術。多謝。